歡迎大家今日嘅出席。咁喺論壇正式開始之前呢，有兩個提醒事項要提大家嘅。咁首先呢，就係論壇係有一個答問嘅環節嘅。咁各位嘅會員呢，係可以透過書面去向兩位嘅候選人提問。所以大家到場嘅時候呢，應該就已經係攞咗一啲嘅提問紙㗎啦。咁大家填妥之後呢，係可以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去代為收集。咁啊之後呢，我哋會喺提問環節上面代大家問嘅。咁啊，另外咧都請大家咧係記得係填上你哋嘅姓名啦，同埋會員編號。另一樣要提大家嘅啦，就係大會今日係有一個拍攝嘅安排嘅。咁所以咧，希望各位嘅助選團啦，喺論壇開始之後咧，唔好企起身或者係嗌口號。咁咧，亦都請你哋嘅打氣物品咧都唔好高舉啦。咁啊，以免咧係遮擋到個鏡頭，好唔好啊？唔該晒。好，正式歡迎大家咧出席由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嘅2025年立法會選舉論壇，係會計界嘅功能界別嘅。咁我係戴祖儀，今晚嘅主持人。今日咧好高興咧都邀請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嘅官員出席。我哋先邀請大家上台係影翻張相先。咁啊，第一張相咧先邀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副局長陳浩濂，同埋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羅卓堅，有請三位。好，都請三位留步。再有請咧香港會計師公會嘅兩位副會長李信儀副會長同埋謝海發副會長上台影相，有請。仲有咧就係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陳詠燊。唔該晒。好，唔該晒咁多位，請先到台下就座。之後呢，我哋會邀請今日嘅兩位候選人先合照一張啦。分別係1號嘅候選人吳錦華，以及係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請兩位。好，唔該晒兩位，一陣再邀請你哋兩位上台，先可以到台下就座先。好，握手影一張，先禮後兵。好，唔該晒兩位，一陣再邀請兩位上台下。好，我哋先邀請呢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為我哋致辭。唔該晒局長。Stephen、Edward 咁多位會計界同仁，大家好嚇。好，首先喺度咧，好多謝會計師公會搞今日活動嚇。咁我想問下大家，邊個係12月7號生日嘅？有冇人12月7號生日嘅？通常問到有幾個係嘅嚇，但唔緊要嚇。呢個係我點解對你講呢個日子咧？咁我相信大家對呢個日子咧就好清楚嘅。咁但係我今次以下落嚟，我想講咧就係話點解要投票啊？即係唔係淨係話係 what to do，但係 why 嚇。咁當然喺度咧，我知道大家都好均真啊，大家都係專業人士嚇。咁所以咧，你唔一定信晒我嘅嚇。所以我問咗 AI 嚇，就係話咧點解要嚟投票？佢俾我3個原因，我覺得好啱嘅。第一，佢就係話為你哋自己業界嚇，尤其是係過去一直以嚟，我覺得係無論過去 Edward、依家 Stephen 呢幾屆咧，即係喺業界幫你哋爭取權益。幫你哋咧係點樣提升業界形象，係做咗好多功夫。咁我都高興見到咧，最近你哋搞嗰個 ICP 選舉投票人數咧，差唔多比上次係差唔多有成1/4嘅增長。咁喺度咧，一方面係領導有方，同一時間大家嘅參與。咁我相信呢一個咁好嘅勢頭，大家一定會乘勝追擊嚇。喺12月7號咧係進一步。咁呢個係 AI 俾我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唔係淨係為自己啦。更加多嘅為香港嚇，因為咧喺立法會做咗議員之後，你要面對嘅問題或者你面對嘅題目咧，就唔係淨係話喺會計界咁簡單嘅，好多時係牽涉到一啲嘅整個政府嘅撥款啊，一啲好大嘅項目啊，甚至一啲可能係好民生相關嘅一啲政策。
咁我哋更加需要一啲咧真係愛國愛港，同埋同一時間咧係有見地、有遠見，同埋咧有承擔人啊！咁我相信咧大家聽完今日嘅辯論之後咧，係會有做一個好明智嘅決定。咁第三個原因啦就唔係淨係為邊個或者為業界、為香港或者點樣都好，係履行翻你哋嘅責任咁我相信作為會計專業咧，你哋好重要嘅一點就唔係淨係話你哋係去攞生意你哋有專業方面有所要求。而同一時間呢個要求咧，唔係淨係你作為會計師嘅作為一個市民都有嘅咁所以喺度，我相信從一個你哋嘅責任出發，都係更加第三個原因，點解你要投票？咁嚟緊啦，其實可能你會問其實投票之後，其實你哋有乜嘢係可以係喺我哋呢啲嘅候選人入面係睇到，又或者係點樣幫到你哋業界、幫到香港咧？咁我頭先我都講過咧，其實過去一直以嚟，我哋同立法會好多工作咧，其實同你哋業界同埋香港經濟發展都係息息相關嘅。尤其是就係話我哋近排雖然咧股市好似好翻同一時間好多嘢咧都有啲結構性咧係一個好轉，但我相信咧我哋更加需要咧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就好似咧嚟自咁多位嘅代表咧，幫我哋政府進一步令到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咧能夠進一步向前嘅尤其是係最近我哋喺嗰個國際金融中心指數雖然我哋都係排第3全球但係同排第1嗰個差2分咁同第2個差1分咁但係當然會唔會選得出嚟之後嗰個會幫我哋拱多1分咧？咁樣當然我好想啦咁變咗我就可以少啲壓力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我相信今日一個好嘅開始，俾大家咧係可以聽下兩位候選人佢哋嘅真知灼見，同埋做一個明智嘅選擇。咁大家唔好意思啦，因為有一陣間咧我好妒忌你哋有呢一票因為我冇呢一票嘅咁所以咧我就早走費事咧妒忌大家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我相信今日一個好好嘅機會，等大家咧可以聽清楚、睇清楚，同埋檢驗清楚，用好你呢一票。12月7號，記住好嗎？唔該晒。唔該晒局長，都唔該晒局長個 AI。好，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請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長羅卓堅先生為我哋致辭。唔該晒。尊敬嘅許局長、陳副局長、各位會員、各位嘅傳媒朋友，大家晚上好。你哋聽我把聲沙沙地點解咧？因為我呢幾日咧，日日都係拉票，日日有街站又成咧，叫我把聲都散埋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咧12月7號去投票嘅。咁我亦都代表我哋工會咧，歡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個2025年立法會選舉會計界功能界別嘅論壇。呢次論壇咧，我哋志在有個機會咧，跟我哋嘅會員啦，可以同我哋嘅候選人去交流，知道佢嘅政綱啦，同埋我會員咧，亦都希望你踴躍去發問嘅，提出佢心目中嘅問題。For the benefit of English-speaking members， 為咗各位係講英語嘅朋友咧，我就會簡單用英文講幾句嚇。各位晚上好，各位傳媒朋友，我哋學會嘅成員，我咧就係Stephen Law， 我代表我哋嘅機構咧，我係歡迎大家咧係出席2025年立法會選舉論壇會計界功能界別。咁我哋咧好開心咧，係提供呢一個平台咧嚟到促進呢就係直接嘅交流嘅喺我哋嘅候選人同埋成員之間。咁我鼓勵大家呢喺問答環節嗰度咧係問問題。咁我哋係有即時傳譯，係廣東話翻譯去英文嘅。咁安排咗㗎啦。如果你係需要嘅話咧，可以舉手攞一個耳機㗎。而家我轉用廣東話啦。二大議題嘅。咁第一個議題咧就係專業嘅事項。第二個議題咧就係社會民生同埋經濟，第三咧就係政治，第四咧就係 AOB 啦其他事項。咁兩位候選人咧就可以喺呢個範疇裏邊咧發表佢嘅意見啦，同埋解答各位嘅問題。咁我哋候選人咧就係兩位，就按呢個管理委員會公佈嘅候選人編號咧就係 C1 吳錦華先生， C2 就係黃俊碩先生。咁今次咧我希望咧再次呼籲大家咧12月7號一定要投票。因為我哋香港為咗香港好咧，我哋希望提高投票嗰啲時候咧，每個人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咧係更加穩固嘅。咁我哋會計界其實都好搭馬喎，我哋有24,000個選民，係功能界別最大之一。咁大家記住12月7號去投票。我將個時間交俾阿 Joey， 我哋嘅戴祖儀小姐做今日嘅主持。多謝大家。好，都請會長留步嘅。你交俾我之前呢，我哋都會影多一張嘅合照。請會長行去台前啦。咁我哋邀請呢我哋邀請其他3位嘅嘉賓呢，同我哋一齊係影呢張合照嘅，包括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同埋副局長陳浩濂。
咁另外咧都邀請咧係會計及財務匯報局主席孫德基博士。好，唔該晒大家，係啦，咁啊，除咗會長之外咧，其他3位都可以到台下就座啦。咁啊，會長咧，麻煩你就請而玉步嚟呢度同我一齊就座啦。咁我哋咧亦都正式進入啦今日選舉論壇嘅環節啦。我哋先邀請咧2位嘅候選人上台，好嗎？趁2位候選人準備緊嘅時間呢，我先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晚選舉論壇嘅程序同埋規則。今晚嘅論壇呢，我哋會分為3個環節嘅，包括咧就係候選人嘅發表佢哋嘅參選政綱啦。答問環節包括係台下大家都會有份係透過書面向大家發問嘅，以及係候選人互相提問嘅環節。最後咧就係會由候選人去總結嘅。嗱，咁根據咧立法會嘅選舉活動指引啦，對於候選人嘅選舉活動咧，我哋要公平同埋平等咁樣對待。咁啊，每名嘅候選人咧一陣都會有同等嘅時間去發表佢哋嘅參選政綱啦，回答台下嘅提問，以及係互相提問嘅環節，並且係作出總結嘅。嗱，各個環節一陣間進行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大家具體咁樣介紹個安排同埋時間嘅分配嚇。咁喺答問環節嘅時候咧，其實台下各位咧係可以透過書面去提問，咁啊，所以咧大家請盡快填好你哋嘅提問紙，咁啊叫我哋嘅工作人員去幫你哋收集好，一陣我哋就會代大家發問㗎啦。記得填好你哋嘅名同埋會員編號。嗱，每位嘅會員咧只可以係喺每一個部分發問一條嘅問題，問題咧係可以用中文或者係英文寫上去嘅，以及咧係必須向2位嘅候選人都提問，而唔可以向個別嘅候選人去提出，所以咧候選人咧係會輪流去回答你哋嘅問題嘅。嗱，以上我講嘅呢啲規則咧，都已經係喺現場派發啦，並且係透過電郵咧係發放俾咁多位㗎啦。咁啊，大家咧係可以留意規則內容。另外又有2項嘅嘢咧去提大家。第一就請你哋將你哋嘅手提電話校去靜音或者係震動模式。如果有需要咧，係可以去到會場外面咧係接聽電話嘅。咁另外咧就係除咗傳媒嘅代表同埋工會授權嘅工作人員之外咧，所有嘅與會者都唔可以喺現場進行拍攝或者係錄音嘅，好冇？好，咁事不宜遲，我哋就進入第一個環節啦。咁咧就會係由2位嘅候選人咧分別發表佢哋嘅參選政綱，每名嘅候選人咧會有3分鐘時間。咁你哋嘅參選政綱咧應該只係包括你哋嘅政見啦，同埋個人嘅資料。發言嘅時間仲有30秒，同埋完結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個響聲提示嘅，分別係3下、1下同埋3下。就係咁啦。當你聽到3下嘅響聲嘅時候咧，你要立即終止發言。咁啊，如果大家有剩餘嘅發言時間咧，都唔可以撥到去其他嘅環節使用嘅。再提醒大家，盡快交你哋嘅提問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如果咧你哋有疑問嘅話咧，係可以舉手示意，我哋嘅工作人員咧會過嚟幫大家嘅。好，而家先有請1號嘅候選人吳錦華發表你嘅參選政綱。你會有3分鐘嘅時間，請開始。各位會員大家好，線上嘅朋友大家好，我係1號吳錦華，立法會會計界參選人。我係一個執業會計師，亦都係一個特許稅務師。咁啊，我嘅政綱呢就係專業為本，香港為家。我會用聆聽、敢破同埋立生呢個意見呢去行使我嘅呢個做法嘅。咁啊，我嘅政綱裏邊咧包括3個唔同嘅重點。咁首先第一係解決我哋業界嘅痛點。咁啊，具體嘅情況咧就係我哋會由唔同嘅板塊，包括執業、非執業、商界、中資、政府嘅會計師，全部都會cover 嘅。咁啊，有啲
措施咧，我係會帶出嚟，包括提高監管機構嘅調查透明度啦。呢個係同執業方面係有關係嘅。咁另外咧，亦都我會成立一個由政府啦、監管機構啦、執法部門啦，同埋議會嘅代表啦，同埋我哋嘅相關持份者嘅一個定期嘅溝通平台。呢個咧係可以保障到我哋被監管嘅會計師，包括執業嘅會計師同埋非執業嘅會計師，都可以清晰地知道監管機構佢哋需要嘅嘢係啲乜，而我哋嘅持份者係可以俾到啲乜嘢。第三咧就係我會啟動20年嚟都未開展嘅 Limited Liability Reform 呢一個法例嘅立法諮詢。呢一個咧喺我過去幾個星期同相關業界咧溝通嘅時候咧，佢哋都帶出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條例嚟嘅。而呢個條例亦都係停咗20年。咁我相信咧就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我哋香港嘅一個會計界嘅一個發展。咁而第二樣嘢係我哋守護我哋嘅專業價值，咁啊會推動我哋公會嘅數碼化平台啦，亦都係會加快咗我哋嘅數碼資產嘅準則，佢哋嘅制定啦。咁因為到而家嚟講咧，其實法例係有嘅，咁但係相關嘅準則係未有嘅。咁第三就係超級聯繫嘅增值啦，係我會係帶動多啲會計師係可以做到出海嘅安排啦，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喺一帶一路裏邊咧係可以提供相關嘅專業支援。喺呢度咧，我希望可以大家投我一票。我係1號嘅吳錦華，咁我係有3樣有嘅嘢，並不是3樣冇嘅嘢。包括我係有能力去做我實施我嘅政綱。第二係我有承擔會做到我要做嘅嘢。最後係我有遠見可以做到呢個新時代4年過咗去之後，作為一個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可以做到嘅嘢。多謝各位。好，時間到。請2號候選人黃俊碩準備，你有3分鐘發表你嘅參選政綱。請開始。咁多位會員、咁多位業界嘅朋友、咁多位前輩，大家好！感謝各位4年前嘅支持，讓我可以去為大家去立法會度持續爭取更多，爭取最好，亦都係讓我可以去為大家去積極發聲。過去嗰4年呢，我成功落實之前嘅各項政綱，而今次嘅政綱呢，亦都有多項係上次嘅延續，亦都係一啲優化嘅版本。因為我過去嗰4年呢，都聽取咗業界不同嘅意見，除咗一路爭取之外呢，有啲係真係需要時間，所以需要你哋嘅持續支持。今次政綱有3部分，包括我哋守護專業、開創未來同埋互惠共贏。其中我諗大家都成日聽嘅就我已經踏出咗打擊假會計師嘅第一步，但係我仲想去源頭打擊，包括研究修改法例，將我哋監管嘅職能去交俾我哋嘅監管機構，從而可以更有效去跟進有關嘅執法行動。而且我亦都理解咧，無論去商界會計師又好，執業會計師都好，都對過分監管嘅擔憂。呢樣嘢我係每一日都有聽到，我係完全理解業界嘅擔憂。我如果繼續去當選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之後，我亦都會去作為業界嘅橋梁啦，為業界繼續遮風擋雨。第二，開創未來。我諗去大家都清楚，其實過去我一直都喺度提倡一個爭取大灣區會計專屬考試。而過去4年呢，我當選立法會議員之後呢，都聯繫各界，包括我哋嘅人大政協組織。去2022、2023年嘅時候呢，都透過港區人大呢，都有一個提案。而呢一個提案呢，亦都之後係去發布翻落去廣東省嘅財政部啦，去研究點樣去落實。而去未來，如果我繼續去連任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我亦都會持續跟進呢個事情，希望為我哋年青一代拓展更廣更闊嘅發展空間。到最後，我亦都會去推動上市公司必須要有香港會計師，即係 qualified accountant 去處理佢哋嘅財務匯報工作。我哋見到過去嘅時候一段長時間，我哋取消咗呢啲要求嘅時候呢，都可能或多或少影響我哋財務匯報嘅質素。作為一個商界或者我哋去一個執業會計師咧，其實都會見到入面嘅問題所在。我呢個嘅做法，除咗可以鞏固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餘，亦都希望締造優質就業機會俾我哋嘅業界。過去4年，
各位嘅支持同埋嘅鼓勵，亦都引領我一路去做得更好，亦都希望可以未來4年為業界、為香港、為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嘅招牌繼續擦光，喺度發光發亮。再次感謝各位，請大家12月7號投我2號黃俊碩一票，多謝。好，時間到，之後我哋會進入咧係問答嘅環節。咁啊，總共咧會分成4部分㗎，包括係專業事項、社會民生、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同埋一般其他事項。咁每一個部分咧都會包括台下嘅提問同埋候選人互相嘅提問㗎。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有提問紙嘅話咧，就盡快係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啦。咁我亦都咧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台下提問嘅規則啦。咁啊，大家咧係可以透過書面向候選人發問啦，咁啊，亦都揾我哋嘅工作人員交俾佢哋啦。咁啊，兩位嘅候選人咧會輪流去回答你哋嘅問題嘅。咁咧，而家一陣咧，我哋會有請會長啦，就同我哋以抽籤嘅方式咧去抽出會員嘅提問。呢一部分咧會先按候選人嘅編號順序輪流咁樣去回答問題。咁所以咧，第一部分專業事項嘅第一條問題咧，就會由1號嘅候選人係首先去回答，之後咧就係2號嘅候選人。而第二條問題咧，就會先由2號嘅候選人回答，之後就到1號嘅候選人，如此類推。之後咧，我哋去到第二部分嘅時候咧，就會先由2號嘅候選人回答返㗎啦。咁啊，每名嘅候選人咧會有2分鐘嘅時間去回答呢一條問題。發言時間仲有30秒，同埋終結嘅時候咧，都好似頭先咁樣係會有提示嘅。夠鐘嘅時候咧，候選人就要立即停止發言。如果你哋有剩餘嘅時間啦，而又冇用到咧，係唔會可以撥落去下一條問題或者係下一個環節嘅。咁而家咧，我哋先開始第一部分有關專業方面嘅台下提問。咁見到咧，會長已經幫我哋抽出咗一條問題啦。第一條問題咧係來自 Chang Kinlock Ken， 會員 number 係06320嘅。佢嘅問題係問到，目前香港有2大發展嘅議題，第一係關於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綠色金融等等；第二係 big data、AI 嘅應用。呢2個議題都同會計息息相關。作為香港會計界嘅代表，請問2位候選人，你當選之後會點樣協助同埋監察政府推行相關嘅政策呢？咁啊，先請1號嘅候選人吳錦華回答。你有2分鐘嘅時間，請開始。好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啊。咁啊，呢度有2個問題，第一個係 sustainability， 第二個係 big data。咁啊 sustainability 咧，大家都知道㗎啦，嗰個 standard 已經出咗 S1、S2。咁如果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其實咧就可以喺個議會上面咧推動話俾國際聽啦，因為我哋香港其實係可以做得一個更加前瞻，可以做到話俾人聽，我哋係可以做到一個綠色嘅金融嘅一個體系嘅。咁相關嘅準則，我哋而家係有，但係我哋係應該可以不斷優化，令到我哋係可以帶動到我哋嘅準則去俾國際。令到佢哋係可以跟我哋，因為大家都可能會有留意啦。好多準則呢，我哋其實好多時都係我哋會跟國際嘅準則，因為國際準則有啦，我哋先至會跟。而我哋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哋係可以超前預先做定一啲我哋符合到香港或者我哋嘅國家上面嘅相關嘅準則，而配合到我哋綠色嘅發展嘅。呢個係 sustainability 嗰部分。第二部分 big data，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啦，政府呢。其實而家都推緊一個叫 digital asset 數碼資產。咁喺數碼資產嗰度咧，其實大家會知道，例如穩定幣啦，其實都已經有㗎啦，嗰個法例。咁啊，但係個問題係相關嘅準則其實冇嘅。喺呢個工會啦，又或者可能喺立法層面咧，其實我哋要特別強調做好相關嘅一個配套。而呢個配套咧，亦都一樣啦，係需要令到我哋可以做到話俾國際嘅投資者聽咧，我哋係有一個好好完善嘅一個框架。而呢個框架咧，係可以引領到我哋喺企喺國際金融中心嗰個部分，令到我哋係可以企喺最前。而其他嘅一啲管轄區咧，或者會計嘅準則啊，或者可能佢嘅處理方法咧，都可以跟我哋香港，而令到我哋可以帶領香港行先一步。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1號吳錦華，多謝。好啊，時間到。
之後咧有請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回答。你有2分鐘時間，請開始。好，各位會計師大家好，我係2號黃俊碩。呢條問題咧，其實係2日前嘅論壇都出現過，所以我翻去做咗啲功課。係啊，講關於個持續發展嘅時候咧，咁我亦都揾咗啦。正如我上次論壇都講，我哋有3個重要嘅角色作為一個會計師，包括第一，我哋綠色價值嘅翻譯官，我哋要將一啲好抽象嘅概念啦，一啲嘅數字，將佢變成一啲有用嘅數據，讓到我哋投資者知道呢一個嘅重要性、持續發展，而且去投資落呢啲綠色嘅產品或者綠色價值嘅物品入面咧，係獲取一個合理嘅回報。第二個上次都有講過嘅，我哋綠色金融嘅守門員嘅角色嘅重要性。公會已經發布咗 SSS 2嘅時候，咁我哋係要進行一啲審計或者一啲嘅鑑證嘅服務。去坊間咧，而家其實係冇一個法例監管關於呢一類嘅服務嘅。咁我諗公會作為一個standard setter 一個製作即係制定呢個準則嘅機構咧，佢亦都要制定呢啲相關嘅準則啦，打擊我哋一啲講漂綠。過去立法會都有一個好長時間嘅討論，咁呢一個我亦都相信大家理解，亦都知道。第3個嘅角色，我哋就係一個企業風險嘅預言家，我哋要話俾我哋嘅企業知道，我哋究竟有咩嘅風險啦，或者氣候變化等等帶嚟嘅問題，咁啊讓到我哋嘅企業去避免呢啲風險發生，呢個亦都係我哋核心價值所在。作為一個會計師，我哋除咗係守護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守護我哋核心價值之外，我哋亦都係要幫助企業去了解有關嘅狀況。如果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我會推動包括企業碳信用免稅額啦、稅務優惠啊或者補貼等等，等佢哋盡快去做到呢啲相關方面嘅工作。至於 AI 方面，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大家好理解嘅，即係或者好熟悉嘅一啲 JAG 啦、General Entry Testing 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大數據嘅應用。我相信大家理解，而最重要嘅，佢係可以減少我哋呢啲重複性同繁瑣性嘅工作，令到我哋更加有效率。請支持我2號黃俊碩。好，時間到，咁啊，黃俊碩都請你咧準備係先回答嘅第2條問題啦。咁啊，會長咧都同我哋抽出咗第2條問題啦，係嚟自咧湯明央嘅，佢嘅會員編號係7313。佢嘅問題係點樣吸引年青一代投身會計行業，又點樣提升專業會計師喺香港同埋其他地區嘅地位同埋功能？點樣加強打擊假會計師？好，2號黃俊碩，你有2分鐘嘅時間，請開始。好多謝會員嘅問題。我諗去打擊假會計師嘅方面呢，過去大家都見到我嘅工作。我包括入立法會嘅時候呢，都一路推動打擊假會計師，而且已經成功踏出咗第一步，包括係去審計報告加上我哋嘅 PC number 啦、執業編號，亦都係稅表度，亦都加上，目的就係令到政府當局可以搜集相關嘅數據，從而去作出一啲有效嘅部署。呢個係第一步。而我嘅政綱入面有講話係要源頭打擊假會計師，因為我仲有第2步同第3步，包括我會研究修例，讓我哋嘅執業會員可以用佢嘅執業編號去稅務局揾到佢究竟簽咗幾多份報告，因為而家係冇一個機制可以讓稅務局知道我哋每一名會計師簽咗幾多份報告，而呢個係亦都可以讓我哋嘅會員呢去自己做一個篩查啦，咁而從而揾到有問題嘅報告，佢可以作出一個舉報。而第3步最重要嘅就係而家都未有嘅，就係我哋要將佢修例，讓我哋嘅 AFRC 監管機構對呢啲假冒會計師可以直接作出執法行動，因為而家咧係警察去做，而警察去做嘅時候佢太忙啦，佢唔得閒理我哋呢啲咁嘅，其實大家都理解啦，過去20年，而呢個3部曲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先可以去做到。至於吸引年青會計師入行嘅時候，我相信呢個我哋嘅行業嘅問題咧都唔係一朝一夕存在，一個幾長遠嘅問題。過往嘅時候呢，我哋揾到食、揾到錢嘅時候，大家願意去做。今時今日，我哋見到我哋個餅可能相對較細，我哋嘅市場可能有一個飽和嘅狀況，所以我要持續爭取設立大灣區會計專屬考試，讓佢哋見到唔係一個750萬嘅市場，而係一個8600萬。而過去嘅工作入面，我包括有做嘅一啲政策倡議啦、GEM 嘅 reform 啦、上市規則嘅優化等等，目的都係要讓我哋更加多嘅資金流入香港。做大我哋個餅，讓我哋個市場活化咗，我哋個年青一代見到我哋一個有活力嘅國際金融中心，佢先至會入行。等等呢一啲其實一連串嘅配套，希望你繼續支持我2號黃俊碩，多謝。好，時間到，之後我哋有請1號候選人吳錦華回答呢條問題，你有2分鐘，請開始。好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啊！咁啊3個部分，第一個係吸引年青會員。咁啊喺吸引年青會員呢，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就唔係淨係會計界嘅議員自己做。
我哋仲要同其他界別，包括教育界。好多朋友都同我講，我哋學校教出嚟嘅年青人、年青會員諗住入行，點解佢哋唔入行呢？其實個重點係我哋教出嚟嘅人究竟符唔符合得到我哋業界嘅需求？呢個係第一。而第二，吸引年青人，究竟我哋有冇一個相關可以話到俾佢聽，我哋嗰個會計師嘅地位？我用翻通俗少少嘅講法，有冇含金量呢？大家可以留意翻講緊10年、20年前，或者可能再遠少少嘅時候，會計師係一個好 prestige 嘅一個職業，或者有一個好崇高嘅地位。我講出嚟嘅時候啊，我係會計師。咁但係今時今日嘅時候，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新生代呢，佢哋見到嗰個社會發展啦，佢哋嘅機會亦都會大咗啦。咁我哋係要做好一個提升地位 rebranding。咁呢個我會做同工會呢，就係責無旁貸啦，去做翻一個好一個嘅良好形象，令到業界嘅朋友或者新生代嘅朋友呢，覺得入呢個行業呢係有一個含金量，亦都可以提升到佢嘅地位。咁至於打擊假會計師呢，咁啊大家都會知道啦。過去呢，其實呢都加咗一個 PC number，不過大家應該都知道一樣嘢呢，其實 PC number 呢樣嘢呢，只不過係稅務局攞到嘅啫，監管機構係攞唔到嘅。如果我話俾你聽有 PC number 就可以做到呢個打擊假會計師呢，咁我係講緊一個笑話俾你聽，根本係做唔到嘅。所以呢，喺打擊假會計師呢，我哋覺得係要喺源頭出發。喺頭先正如我所講啦，即係我哋要整到一個平台，相關嘅監管機構、執法機構都需要去處理，都要involve。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1號唔敢話，多謝。好，時間到。咁咧，暫時喺呢一部分嘅台下提問環節咧，我哋暫時到呢度先。不過咧，大家可以繼續咧用你哋嘅提問紙去發問嘅，因為我哋之後仲有3個部分嘅台下提問嘅環節嘅。之後咧，我哋會進入候選人互相提問嘅環節，就住專業方面呢一個互相提問嘅環節嘅。咁候選人咧喺每一個部分咧係可以向對方提出2條問題，每條問題咧係各自有20秒嘅提問時間。咁當提問時間剩翻10秒，同埋提問時間完嘅時候咧，都係會有提示響聲俾你哋㗎。咁啊，如果有剩時間咧，都係唔可以撥落去之後嘅環節度使用嘅。候選人咧會有2分鐘嘅時間回答每一條嘅問題。發言時間仲有30秒，同埋發言時間完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會有響聲提示。夠鐘嘅時候就要即時終止發言，用唔晒時間冇辦法可以撥到去下一個環節。呢一個部分咧，我哋就會按住候選人嘅編號順序係輪流提問嘅。咁即係話咧，會先由1號嘅候選人首先向2號嘅候選人提問。咁啊，之後第2部分咧，我哋就會係調翻轉，咁啊，如此類推啦。而家先開始咧，係第一部分嘅候選人互相提問。請1號嘅候選人吳錦華問第1條問題，你有20秒，請你開始。Edmund，你嘅政綱上面提到咧，大灣區專屬執業試，咁啊4年前你嘅政綱都已經有㗎啦，咁啊4年內你都不斷講緊爭取緊，咁今年你嘅政綱都仲係講緊呢樣嘢，咁啊我想問下4年你都未搞掂，會唔會轉一轉個人會比較好少少呢？好，時間到。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回答，請開始。好啊，多謝阿 Web 提呢個問題。頭先佢講話轉一轉人會唔會比較好，即係轉咗佢都係會持續爭取呢個大灣區專屬考試。咁我感謝佢係即係對我政綱嘅認同啦。我正如我所講，我哋要成功係要持續爭取。過去4年我唔係冇做過嘢，大家都可能知道我去對呢一個無論係4年前嘅政綱或者再之前一個較長時間都係一個咁嘅倡議。而過去4年嘅時候，我亦都有做過唔同嘅工作。正如我頭先講，我係2022、2023都有透過港區嘅人大去改，但係呢個大家要理解係要改一個內地嘅會計法，而相對嘅複雜度，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居住、國民身份等等嘅要求其實係複雜，所以先有一個優化版本。如果你有留意我嘅政綱，4年前我係話呢個叫會計專屬考試係讓我哋執業會計師可以加入事務所做一個執業合夥人，非執業會計師做諮詢業務合夥人。而今次呢，我亦都知道係有個難度喺度，所以我亦都將佢調整優化咗。我哋希望可以做
做其他一啲諮詢業務，而呢個其實亦都係因時度勢、因時制宜去做出一個嘅調整。我相信各位作為一個專業會計師都知道，我哋過去嘅工作，我哋一步一腳印去做出嚟，好難一步到位，呢個係一個事實。但係我哋有任何嘅寸進，其實都係讓我哋知道我哋係可以有一個成功。而佢其中一個頭先講過，就將張單落翻去呢個廣東省嘅財政部去研究，其實正正亦都見到呢個國家對我哋呢一個香港會計界嘅一個支持，同埋佢一個嘅認可。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話轉個人繼續做嘅時候，你都係做翻呢個，點解唔繼續俾一個做緊有心有力有抱負嘅人繼續做呢？喺度再一次感謝各位嘅支持，亦都另外頭先回覆一下頭先關於個 PC number。好多人同我講入立法會打擊假會計師呢個困擾業界過去20幾30年嘅問題做唔到㗎啦。4年前我就係頂住呢啲嘅壓力入咗去，入到去嘅時候政府唔知咩叫假會計師，唔知咩叫艇仔，但係我而家踏出第一步，請相信我。多謝各位。好，時間到。之後請1號候選人吳錦華問你第2條問題，你有20秒，請開始。條問題好，我問你啊嘛，係呢度應該係我問係連續問哦，你問我，好 OK， 好啊，係咪應該再 can 過？係嚟過嚟過，冇錯，係啊，我哋翻去原位先，你係應該有20秒去問呢一個問題嘅。係，好啊，嗱，我哋再嚟，請1號候選人吳錦華問你第2條問題，你有20秒。好，唔該。2024年3月咧，財委會咧就住呢個會財局注資2億，你投咗嘅係棄權票。你其實可以有好多途徑去表達嘅。咁啊，點解要喺財委會嗰度做一個咁不負責任，又唔係贊成，又唔係反對嘅呢？因為你咁樣嘅做法，其實係斷送咗我哋同會財局嘅溝通橋梁。好啦，時間到。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回答，請開始。呢條問題係非常好嘅，我諗呢個呢，當時2024年3月嘅財委會嘅一個討論呢，都係業界有廣泛喺度circulate嚟啦，廣泛喺度傳開去啦。當時就係因為基於過去嗰2年呢，我哋個成交量低，令到我哋會財局佢哋個營運呢係好難去繼續嚇。咁啊，而且當時2024年3月份嘅時候呢，就嚟立法會攞2億，否則去到2024年8月份呢，佢就唔能夠繼續營運。咁當時對於我哋業界嘅不同意見啦，或者我哋見到佢上嚟立法會嘅一啲文件呢，都的而且確係唔能夠釋除我哋業界嘅各類監管嘅一啲疑慮同埋佢嘅一啲嘅問題。而當時呢，經過一個好長時間嘅討論之後呢，作為業界代表，我實在不能去支持呢個監管機構去攞呢2億，因為我相信呢個係一個負責任嘅表現。無論我投贊成、反對定係棄權，呢個都係我哋憲制嘅責任去作出一個決定。而我想講嘅重點就係，而當時我亦都有問過，如果我哋反對咗呢個嘅議案嘅時候，佢會點？佢會係3個月後再上，再係被否決嘅時候，佢就別無他選，只可以向其他途徑，即係各位業界去收取徵費。作為一個業界代表，我係處於一個好兩難嘅局面。我贊成就會讓監管機構有呢2億，而佢亦都當時處於一個即係答唔到我哋嘅問題啦。而我反對嘅時候，佢就會向業界開刀。所以我相信佢呢個狀況。而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哋經常都面對呢啲同樣嘅問題，去平衡業界同埋我哋嘅監管機構之間嘅一個利弊之後呢，我作出呢個棄權嘅投票。而呢樣嘢呢，我都特別想講一講。而作為一個即係成日講話係一個有政團嘅一個議員，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最大好處，因為我嘅棄權令到我所屬政團所有19位議員一齊棄權，而令到嗰一個嘅議案係成為成屆最低票通過嘅一個議案。間到咁，黃俊碩你之後咧就會有2輪去向1號候選人提問嘅機會嘅。咁啊，先請你問第1條問題，你有20秒，請開始。好Webster， 你知道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 GAA 即係 Global Accounting Alliance 嘅成員之一啦，過去你有冇同呢一啲地區其他嘅屬會同埋你哋嘅管理層作出一個聯繫呢？如果你當選之後，又點會用呢個嘅業界代表身份推動香港會計師公會或者香港會計界同國際同業合作呢？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時間回答，請開始。好。多謝 M 嘅問題啊！咁啊，其實 GAA 咧，我喺會計師公會裏邊咧坐嘅唔同 committee 咧，其實都係有參與到嘅。咁當然我係冇直接去呢個 GAA 裏邊去代表參與佢海外嘅一啲
活動啦，或者係一啲 conference。但係咧喺我哋 committee 嘅角度嚟講嘅話咧，我哋喺實際上嘅操作，喺每次開會或者可能喺開會同開會中間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收到相關會計師公會裏邊嘅同事啦，俾相關嘅資料話到俾我哋聽，究竟嗰個發展係點樣樣。而呢個發展咧，我覺得係恰如其分，作為一個 committee member 咧，係完全可以做到。而呢樣嘢咧，係一個較為實際操作嘅情況。咁至於你話做咗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個地位或者可能個功能或者可能佢要處理嘅方式、範疇、定位都會唔同咗。而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會變咗係做一個超級聯繫人，正如我嗰個政綱嘅其中一個。因為喺立法會嘅層面咧，其實咧就不再是話去睇一睇究竟佢裏邊點樣去安排啦，或者點樣去同佢溝通啦。而事實上係我哋要企喺最前線，代表香港啦，代表會計業界啦，代表工會啦，同相關嘅GAA bodies 去溝通。咁當然我亦都想特別提一提咧，唔同嘅位置有唔同嘅功能，有唔同嘅定位。就例如我喺另一個會做嘅時候，處理稅務嘅時候，喺唔同嘅定位，我亦都企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做唔同嘅工作。有時係會代表個會去出席佢哋相關嘅一啲海外嘅一啲活動啦。而有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 committee 嘅角度嚟講嘅話咧，係要諗下究竟點樣可以實際處理嗰個相關問題，先至可以令到相關嗰啲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1號吳錦華，多謝。好，時間到。2號候選人，你有20秒問你第2條問題，請開始。好啊，Webster，你對於個政綱入面咧推動上市公司咧需要有即係重新推動上市公司，需要有香港會計師處理地嘅財務匯報工作，為業界爭取一啲優質就業機會，亦都鞏固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定位。你認唔認同？如果你唔認同嘅時候，你有咩可以幫助到我哋嘅業界？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時間回答，請開始。多謝一平嘅問題啊！呢一個問題呢，其實我會兩面咁睇嘅。首先第一樣嘢，呢一個加咗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做上市公司嘅一個職位啊，呢個係一個必須嘅話呢，其實係一定可以幫到我哋嘅會員。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要睇啦。我哋其實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究竟我哋個定位上係咪一定要一刀切，令到我哋香港所有嘅會計師公會會員就要處理上市公司嘅某一個職位呢？我個答案係未必嘅，因為點解呢？我哋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員其實個範疇嗰個定位都可以好闊，有啲可能係會較為熟悉香港嘅企業，有啲係會較為熟悉國際嘅企業，有啲可能熟悉國內嘅企業。咁如果你一次過定位一定要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員去處理嘅話呢，我覺得唔可以一刀切，令到所有嘅會員都可以受惠得到。大家可以諗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嗰個政綱裏邊有一個聯繫嘅角色，而大家亦都會知道喺聯繫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得香港，我哋有大灣區啦，我哋有其他唔同嘅管轄區、其他國家嘅一啲會計師，而呢啲會計師其實都可以貢獻到佢相關嘅功能。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其實如果嗰間上市公司，如果你係揾一個唔適當嘅會計師嘅話呢，你就會令到嗰間上市公司佢相關個功能未必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喺呢個諗法嘅過程當中呢，其實你係需要諗一諗，究竟我哋點樣將我哋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員將佢合適地擺上去香港上市公司嗰度，而不是一刀切地擺去每一個會計師都要擺上去。而呢一樣嘢呢，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嗰個定位。因為點解呢？大家就會睇到啦，即係國際會睇到就係其實香港嘅上市公司一定要有個香港嘅會計師。咁而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人哋對我哋嘅評價呢？唔該。好，時間到，咁啊，亦都唔該晒兩位。我哋就住專業方面嘅提問環節咧，都結束啦。咁隨即咧，我哋會進入有關社會民生同埋經濟方面嘅台下提問環節嘅。呢個時候咧，都提提大家，如果大家有提問紙係填好咗嘅話咧，請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咁啊一陣咧會代你發問嘅。咁而家咧，我哋會開始第2部分有關社會民生經濟發展嘅台下提問環節。咁啊，會長咧已經係抽出咗一條嘅台下提問啦。咁呢一條問題咧，會先由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去回答㗎。你會有2分鐘，請準備下。第一條提問係
面對政府財赤，身為會計業界嘅代表，你會對政府有咩建議呢？呢條題目咧係嚟自昌次亮，係00841嘅會員嚟㗎。黃俊碩，你有2分鐘時間回答，請開始。好多謝會員呢條嘅問題。政府財赤咧嘅問題都唔係一朝一夕，咁我哋會睇到有幾方面嘅問題啦。第一個就係過往嘅開支可能會比較大啦。第二個就係我哋要面對第陣時將來嘅投資會比較多。咁作為一個會計界立法會議員呢，即係我哋係有嘅專業，我哋可以預見呢件事情啦。咁包括今年呢，佢財政預算案出嚟之前呢，我都有一條議員議案，就係點樣去優化政府流程，令到我哋去縮減我哋嘅財赤。咁呢一個我諗相信都係作為一個會計界業界議員應該要做嘅事情。咁我哋見到佢開支大嘅時候，而當然啦，咁佢出嚟而家就會話分一個3年啦。一個7% 嘅調整，咁而去同時間去一啲長遠嘅一啲投資，我哋係好難去縮減嘅。何謂一啲叫投資咧？每年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哋有1200億嘅一啲基建。基建如果唔投放嘅時候咧，令到我哋嘅將來咧係會出現一個問題。咁但係而最大我哋嚟緊見到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北部都會區。而北部都會區咧，咁佢而家嘅做法咧就係發放即係發呢個債啦嚇。咁讓我哋市民去買呢個債券，其實係用錢用即係一個 interest 咧去買呢個時間。而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可取嘅做法，因為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同市民分享我哋經濟成果嘅一個做法。而最重要嘅係整體，我哋係要改變我哋嘅政府嘅整體嘅思路，讓佢哋係覺得呢一個係佢哋需要面對嘅問題，而積極盡咗去面對。而且我哋見到而家預見呢，其實今年年底呢係唔單止會break even，唔單止會持平，而且會預計呢，大家睇報紙都知道係啦。咁某一間 firm 去出就會有154億嘅盈餘。我諗佢伴隨住我哋整個嘅經濟狀況，一啲政策推出啦。招商引資咧、吸引人才等等嗰方面嘅好轉咧，呢個狀況會好轉。而最重要嘅，我哋係要繼續持續監察政府嘅一啲支出。多謝各位。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都有2分鐘嘅時間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多謝呢個議員呢位會員嘅問題啊。咁面對財赤咧，正如頭先講啦，即係個財赤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啦。咁會分3部分去睇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要緊縮我哋嘅開支。咁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啦，喺公共財政嗰個角度嚟講咧，醫療啦、社福啦同埋教育咧係我哋要用錢用得最多。咁大家都會見到財政預算案嗰度咧，其實我哋政府咧都盡量係去緊縮開支，咁減7%。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作為議員其實一定要監察呢樣嘢，因為個原因係咩咧？就係如果你話我哋唔夠錢，我哋加稅，咁好容易解決個問題。咁但係個觀感上就係咩呢？就係你政府其實有冇做好呢件事呢？我哋要監察政府點樣去使嗰啲錢，有冇效率去用佢相關嘅錢？或者話大家而家都會見到啦，用 AI 啊，或者用高科技啊，可以令到佢哋用錢用得更有效率。呢個係成本嗰部分。咁至於收入其實都需要嘅，因為點解呢？喺收入呢，當然最重要係稅收啦，或者可能係賣地收入啦，或者係印花稅啦。大家都會見到呢啲其實呢都係好受經濟週期影響。而呢樣嘢呢，其實喺我2006年入會嘅時候呢，都講稅務嘅時候呢，已經講咗好耐啦，講咗20幾年，都係冇做到嘅。政府係冇去研究相關嘅稅基問題。而呢個稅基狹窄呢，會計界其實都好清楚㗎啦。咁政府當然而家做緊嘅另一樣嘢係招商引資啦，方向係好嘅。亦都會有一啲新嘅資金，但係大家都唔好忘記，資金係由啲公司嚟，佢嚟咗可以走嘅，咁亦都唔係好穩定，因為點解呢？我哋如果個環境係經營特別突然間唔好嘅時候呢，都會令到嗰啲企業會考慮相關嗰個問題會唔會令到佢係撤資。咁所以呢，最重要係作為立法會議員一定要監察好政府嘅收入同埋開支。希望支持我1號吳錦華。好，時間到。1號都請你咧預備係先回答以下嘅呢一條問題，會長都幫我哋抽出咗啦。呢個咧係來自 Mocking Shing 呢位會員嘅提問嚟嘅，會員編號係55866。佢問2位候選人：你點睇北部都會區？請1號候選人，你先有2分鐘回答。開始。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啊！北部都會區呢，其實大家會見到呢，佢係一個好宏大嘅一個構圖，
而呢個構圖咧，其實喺我競選嘅時候咧，我哋嘅相關嘅團隊亦都有相關專業嘅人士，亦都好熟悉北部都會區嘅咧，亦都有參與到。咁啊，北部都會區其實個發展咧，大家會留意到北部都會區而家佢有幾個唔同嘅板塊，例如創科啦，例如休憩啦，亦都有一啲醫療啊各樣嗰啲嘢。咁其實咧呢一個安排咧，大家會見到其實係融合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因為點解咧？大家如果有去過相關北部都會區就會知㗎啦。我哋企喺香港望過去深圳嘅時候咧，其實全部都係高樓大廈，發展得好好。喺過去嗰10年20年已經不知不覺做得好好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喺深圳望翻過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仲係完全未發展，或者你話有啲個別零零星星嘅發展。咁呢個北部都會區咧，喺我哋嘅整體發展，香港同國內融合咧係絕對需要。咁當然財政上面嚟講，點樣可以配合得到咧？大家會見到而家政府係做發債啦。咁啊，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尤其是會計界咧，更加要監察得好。譬如喺佢開始嘅時候，佢點樣定位佢嘅回報率，或者佢個使錢方式。喺中間嘅過程當中，究竟佢點樣去處理？點樣去按翻佢相關嘅一啲支出付款，俾翻相關嘅一啲建築商去符合我哋北都嗰個安排，唔同期數、唔同分區嘅一個發展，唔同時間做到嘅經濟效益。至於完咗之後，喺唔同嘅phase 裏邊嚟講嘅話咧，我哋都要去評估一下，究竟佢係咪真係做到政府開始做要做到嘅回報率啦，或者佢嘅經濟發展嗰個效益。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1號咁話，將我帶入議會去監察政府做北部都會區。多謝。好，1號你嘅時間到啦。2號候選人，你都有2分鐘嘅時間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啊，呢個問題非常好。我仲記得4年前我去選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呢個 term 咧都係已經出現咗。咁啊4年過去嘅時候，我哋見到咧政府都好積極推呢個北都嚇。咁啊而且大家都可能知道北都咧有1/3個香港嘅範圍咁大啦嚇。咁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大。咁啊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講法，點樣去面對呢個北都？我諗佢作為香港呢個而家最大潛力嘅一個我哋發展嘅引擎咧，佢入面咧係我自己都相信咧，佢係要做好呢一個嘅北都，包括我哋嘅發展啦，我哋而家去我哋嘅財赤嘅情況底下，而家去採用發債，正如我頭先講嘅時候，咁其實呢個係亦都讓我哋嘅市民去共同去享受呢個經濟嘅成果。咁但係發債咧，即係亦都有分幾個層次。咁啊，包括我之前亦都講過，我哋可能有一啲短期債啦，10年啦，咁啊，讓我哋市民去承擔我哋即係共同享受我哋呢個經濟發展嘅成果啦。一啲長期嘅30年嘅，俾一啲大嘅或者一啲基金去投啦。咁啊，而呢個咧係亦都即係加入咗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PPP 啦，即係公私營合作。咁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分定嘅模式。咁而當我哋引入咗呢一啲嘅唔同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項目咧就並不單止係一個政府項目，而係一個公私營合作嘅項目。大家可以試想像，如果你係一個嘅投資者，投資咗咁多落北都嘅時候，你即係一個商界，佢哋就會運用一個商界嘅角度去睇。所以我相信佢有一個商界嘅介入嘅時候咧，佢哋去用一個投資同回報去睇呢個事情嘅時候咧，佢哋監管相對會較為好。如果唔好嘅時候，亦都冇人投。咁而我哋亦都去而我亦都去覺得北都作為一個1/3個香港咁大嘅時候咧，入面係好多嘢可以先行先試，包括我哋嘅中醫啦、中醫院啦，包括我哋嘅教育城啦，包括我哋嘅一啲土地嘅條例咧，其實都可以係額外去再撥出嚟去做一啲先行先試。而呢個亦都係我哋發展嘅一個方向。多謝各位。好，2號候選人嘅時間都用完啦。咁之後咧，我哋會就住社會民生經濟方面咧進入候選人互相提問嘅環節嘅。咁咧係會由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咧先係問2輪嘅問題。咁先你麻煩你咧，你用20秒嘅時間先問你第一條問題。請開始。好Webster，你點樣睇香港未來嘅經濟同埋樓市啊？即係我哋知道都做咗好多措施，但係樓市嗰個復甦咧，好似都仲係爭緊少少。有啲人唔睇好，而且咧，佢對於一個企業入面咧都有講要盡快重推呢個企業拯救程序。你點睇？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回答。請開始。多謝 M 嘅問題啊！咁啊，經濟嗰個發展咧，樓市係息息相關嘅。咁啊，樓市喺我哋嗰個會計嗰個角度咧，其實咧好
好多時佢嗰個價值上升下降咧，其實都會嚴重影響到我哋嗰個年青嘅會計師。咁啊尤其是佢哋可以諗下究竟點樣可以有一個安樂窩啦。咁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會諗下我哋年青會計師點樣可以上到馬嚇，即係相關樓市影響到我哋業界嚇。咁啊尤其是年青會計師佢哋點樣向上流呢一個定位。咁呢樣嘢亦都係正係咧符合到我其中一個政綱解決我哋業界嗰個痛點。因為好多年青嘅會計師咧，其實辛辛苦苦開始考完個會計師啊，咁跟住咧就開始做嘢啦。其實跟住佢就供樓啦。咁啊喺講緊5至10年裏邊，好辛苦地即係考完試，跟住有一個好好嘅職業之後，然後就一路喺個樓市嗰個循環裏邊咧，就不斷係做出佢個開支啦。咁啊，亦都未必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向上流。咁如果我哋可以幫到我哋嘅年輕會計師，可以做到佢哋向上流做得好啲嘅話咧，咁絕對會影響到佢哋嗰個財產啦，個 wealth 啦，而呢個 wealth 咧亦都可以間接影響到我哋嗰個樓市呢樣嘢嘅。係咪答完？好啊。咁之後咧，我哋有20秒，再俾2號嘅候選人咧問你第2條問題嘅。請你開始。好咁啊，佢唔喐喎個鐘，喐啦，好，咁啊感謝阿 Webster 佢對於我關於點樣支援年青會計師，特別係置業安居嘅政策嘅一個認同啦。咁啊，另外我第2條問題就話，其實而家有創科人士咧就話要修改我哋嘅財務匯報準則，等 IP 可以入帳，從而提升佢哋嘅估值。你支唔支持做法？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時間回答。請開始。多謝 Edmund 你呢個問題啊！咁你呢個問題呢，亦都係配合到我個政綱裏邊呢，守護我哋專業價值，應對我哋個科技變革呢一樣嘢。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會知道，科技變革呢唔係一個選擇題嚟㗎啦，而係我哋而家新時代裏邊嘅一個必答題，冇得揀嘅。咁啊，嗰個科技變革令到我哋可以做得更好、更快。咁啊，所以令到我哋咧新嗰個入行嘅一啲會計師咧，尤其是我頭先關注咗業界痛點裏邊年輕嘅會計師點樣向上流咧，佢哋可以調翻轉頭教翻我哋究竟新科技點樣可以應用得好啦。而我哋作為一個已經執業咗啊，或者可能喺一個企業裏邊做咗好耐嘅一個會計師，亦都可以喺新時代裏邊咧了解得到究竟我哋新一個業界裏邊佢哋要求要做嘅嘢係啲乜，而喺個準則上面嚟講，亦都可以相關地配合得到。咁啊，所以我好希望咧就Edmund 都會支持我相關呢個推動科技呢個變革，而呢個變革咧正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個專業價值得以提升，而不再是係作為一個 rules follower， 而係一個 rules creator。而翻轉頭咧，科技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業界係可以做得更好更快，令到我哋可以配合得到立法會議員裏邊嘅其他一啲方向，譬如話創科嘅立法會議員啦，或者教育嘅立法會議員啦，我哋都可以配合得更好，而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好地監察政府，亦都可以要求到政府推動得創科更加到位。咁呢個亦都係作為立法會議員係可以要做，亦都應該要做嘅一個必要步驟。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1號吳錦華，將我帶入議會，可以令到我可以做到相關嘅一個政綱嘅定位。唔該。好，你2分鐘嘅時間都用完啦。咁啊，隨即咧就會係去到1號候選人去有2輪嘅提問時間。咁啊，先做第1輪嘅提問，就係有20秒。請你開始。因為我哋有港車北上，咁啊亦都有粵車南下。咁啊，會計界就加入咗人才清單啦。咁啊，其實你又冇諮詢過業界，咁我其實係咪應該要多謝你做呢樣嘢呢？咁啊，你其實有冇能力或者有冇預備去強化我哋本地嘅會計師，令到如果做嘅時候，我哋有足夠能力去競爭嘅呢？好，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
好啊，感謝Webster 嘅問題，等我可以喺度同各位會員報告下。我諗去我哋嘅即係業界嘅人才問題咧，都困擾多時。我去擔任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有2條議案，一條就係頭先講嘅就係財政預算即係財赤啦，第二個就係要培養我哋本地專業服務業，都係應對我哋人才嘅問題。我哋工會嘅註冊學生 QP Student 由2017年17,400下跌到2021年嘅13,800，跌咗3,800人，20%，係一個好大嘅跌幅。最低嘅時候去到大概12,001人，其實而家就係11,000人。去面對一個咁大嘅人員嘅外流啊，或者唔入行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有唔同嘅方向啦。包括我哋本地嘅招聘有做咗，包括我哋要培養我哋人才，而按樓有做咗，但係我哋都係仲爭緊一啲中層。而人才清單係有經過諮詢業界，去2023年嘅6至7月期間，其實係聯同香港會計師公會，即係大家坐喺度係有推出咗個 survey 嘅，有推出咗問卷，而當時推出咗之後，我哋係將個報告係有400幾個唔同嘅企業啦，或者我哋嘅執業所係表示我哋聘請人員係極度困難，從而我哋先至將佢俾咗一個報告俾政府，亦都欣悉政府去2024年嘅2月都係去過AC 分溫嘅時候咧，即係許局咧就話因應我哋業界代表即係我啦嘅要求底下加入，咁賴落嚟我度啦，冇錯係啦，咁請賴落嚟，咁而去我哋亦都今年嘅3月咧正式實行成件事，其實我哋唔係要取代香港嘅人，唔好唔記得我頭先講我第1條議員議案，我哋要培養我哋專業服務業，入面有3個 point， 我可以之後再發翻出嚟，而我哋係要填補我哋係一個好短暫嘅人才空缺，人才或者人力，我哋亦都係香港過去面對唔同數字都知道我哋有一個問題出現，呢樣嘢先至可以保持我哋有一個好嘅發展嘅。多謝 Webster。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0秒時間問你第2條問題，請開始。補充翻啦，咁啊人才清單嗰度咧，即係做完咧人才都冇升到嘅。咁啊另一個問題，2023-24年度咧政府嘅經營虧損係1583億，咁啊稅收嗰度咧就其實跌咗80%，係關於地價收入。咁啊呢個1000億財赤嘅預算案，其實我又睇唔到你有啲咩做法，會唔會等盈餘先做呢？好，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時間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啊，我又再補充翻啦嚇，人才清單2025年3月1號，即係今年先開始去實行，咁而且呢一個都喺度做緊，咁我相信呢都唔係即時可以見到成效，但係有機制喺度呢，其實係讓大家係可以去補充呢個人力，入面有3樣嘢嘅，咁第一個就我哋可以去內地嘅一啲會計師公會認可嘅院校呢，直接聘請一啲嘅會計系或者相關嘅畢業生啦，第二個就係 GAA Global Accounting Alliance， 即係我哋7個嘅一個嘅組織，直接請佢哋嘅 qualified accountant。咁當然啦，去到一啲我哋年薪比較高嗰啲咧，就可以透過翻我哋一般嘅一個人才去引入嘅。咁呢一啲咧，其實係有一個機制俾我哋，唔係完全去影響我哋本地就業。而的而且確，去過去呢段期間咧，我亦都未有發覺啦，亦都未有見到有一個我哋本地會計嘅畢業生嘅即係揾唔到嘢做嘅狀況啦。咁我相信呢一個咧，亦都要等個市場慢慢去吸收。因為多謝Webster 去提出啦，因為原來我發覺好多人都係唔知有呢個人才清單，而呢樣嘢我相信係可以係幫到業界。至於你講個1000億財赤嘅問題，呢一個正如頭先講，我哋係一個好長時間嘅問題去發生，包括我哋嘅賣地收入受到影響啦，包括我哋嘅人才流失啦。包括我哋嘅利得稅啦，包括我哋印花稅，因為我哋嘅 transaction volume 減少等等，呢啲嘅疊加因素，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哋要做好經濟，我哋唔係淨係見到我哋個 shortfall， 我哋唔係見到收入同我哋嘅支出中間有幾爭幾多，我哋係諗辦法，我哋係要做大個餅，我哋係要搞活條水，我哋係要招商引資，我哋係要引入人才，呢啲人全部都係我哋嘅收入，同時間我哋要吸引唔同嘅人才聚集去香港，無論我哋嘅教育樞紐又好，人才聚集高地都好，其實就係配合呢一樣嘢。我哋睇問題嘅，我哋係要睇個 root cause。大家都知道，作為會計師，我哋個根源就係我哋嘅經濟唔能夠活化。希望而家就係可以做到，而呢樣過去嘅政策倡議都係做緊同樣嘅嘢。多謝。時間到
咁我哋一口氣咧就進行咗2輪嘅提問環節啦。咁啊，相信2位候選人咧都要休息一下，台下嘅各位咧都要消化一下。咁所以咧，我哋會有10分鐘嘅休息時間。咁我哋喺場內嘅位置咧都準備咗一啲茶點係俾大家享用嘅。咁啊，同一時間咧都希望咧大家咧利用呢一個時間去填寫你哋嘅提問紙。咁如果有提問喺第3、第4部分嘅話咧，都請交俾我哋嘅工作人員嚇。轉頭翻嚟再見。好，我哋翻嚟咧就進入第3部分有關政治方面嘅台下提問環節先。咁啊，會長咧已經係幫我哋咧抽咗一條問題先啦。咁啊，嚟緊呢一條嘅問題咧，我哋先會由1號嘅候選人吳錦華先回答嘅。咁啊，呢一條問題咧係嚟自 Chan Wai Jun， 佢嘅會員編號係30716。佢想問2位咧，功能組別議員係需要平衡專業界別同埋社會其他持份者嘅利益㗎。當兩者出現潛在衝突嘅時候，你會點樣取捨同埋平衡呢？以兼顧行業同埋社會整體嘅利益。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啊！咁啊，正如我嘅政綱專業為本、香港為家嘅講法一樣啦。咁啊，首先我係冇政黨，咁變咗呢，我係堅守以專業個角度去做出我嘅決定。咁如果我當選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呢，其實我都係以呢一個專業嘅角度去平衡翻相關嘅議題，以會計界為一個最終嘅一個利益去考慮嘅。咁當然問題係講緊，如果個界別同埋呢個整體香港嗰個係有衝突嘅時候係點呢？咁啊，我都想特別強調，其實我之前都有提過㗎啦。我作為雖然係無黨派嘅立法會議員，咁啊，我都會同其他嘅立法會議員做一個溝通。譬如我頭先舉嗰個例子，我哋嘅年青會計師，我哋需要由教育嗰度開始啦，或者可能佢哋需要由創科度多啲着墨啦。咁我會同相關嗰個界別嘅立法會議員做一個溝通。咁呢個亦都正正係咩呢？就係因為我係以專業角度去睇，咁我就會睇翻會計嗰個角度。咁而佢哋呢，可能係睇翻教育角度啦，或者係相關創科角度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其實我哋就可以更加客觀地得出我哋相關嘅結論，亦都可以以香港嘅整體為一個大利益去睇。咁呢個亦都係配合翻我所講嘅香港為家，因為呢，我專業嘅角度係會計。而會計只不過係成個香港裏邊嘅一個板塊，而呢個板塊結合晒其他唔同嘅一個板塊呢，係可以砌到香港整體嘅經濟嘅。而呢個經濟呢，我相信唔會同我哋嘅專業本質係有衝突。而事實上，我哋係一定係做翻好我哋嗰部分，而配合翻其他做得更好，而令到成個香港做到我哋嘅家。多謝各位。好，時間到。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請開始。好多謝呢個問題。呢個問題過去一段好長時間都有人問我嚇，因為作為一個有政黨嘅議員，當我哋嘅政黨嘅方向或者整體香港嘅方向咧，同個業界有衝突嘅時候，我會點樣去投票或者點樣取捨？咁我首先必須強調，我哋會計界都係香港嘅一份子，理論上我哋業界利益咧係唔會同整體香港嘅利益會有一個衝突啦嚇。咁但係當然理解我哋即係香港亦都有內部有唔同意見呢係正常嘅，而政黨呢亦都其實係會有不同嘅意見，因為政黨入面正正係代表社會唔同族群嘅人嘅利益。如果當我嘅界別呢係同我嘅政黨嘅取向不一致嘅時候呢，我會首先第一個就會去理解我哋唔同嘅議員啦，即係政黨入面唔同議員嘅一個諗法啦，點解啦，亦都去游說去跟隨我嘅決定。因為呢個都係我要守護業界嘅最重要嘅一部分。咁如果當真係去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話我哋嘅即係業界嘅利益同政黨真係唔同，或者同成個香港唔同嘅時候呢，我哋係有個機制嘅，我哋有 opt out 機制嘅，我哋係可以係申請投反對票，係唔跟從政黨呢一個，所以大家可以好放心。任何情況底下，
我係代表業界，業界嘅利益一定係我要首要考慮。而過去呢段期間，我亦都有唔同嘅狀況咧，係會同政黨入面去有一啲碰撞啦。咁而佢哋亦都有聽從咗我嘅意見之後咧，的而且確會有改變佢哋嘅一啲投票方向。而最重要嘅，正如頭先講，2024年嘅財委會咧，如果我係自己一個單頭議員、獨立議員嘅時候，我冇成個政黨其他議員做到一個壓力俾政府嘅時候，好多嘢我係爭取唔到。業界嘅朋友有問我點解我後面嘅一啲議員有地區啦、有選委會，甚至乎唔同功能組別都問到同樣嘅問題。呢個正正就係我哋政黨嘅好處，我問唔到嘅嘢可以俾佢繼續跟進。多謝各位。2號候選人呢，你都要準備啦，因為第2條嘅台下問題呢係由你答先嘅。第2條嘅台下問題呢，會長都同我哋係抽出咗啦，係嚟自 Chang Chi Leung 嘅，咁佢嘅會員編號係841。佢就問兩位咧，身為業界嘅代表，你係點樣協助業界喺地緣政治嘅壓力之下，保持高質素嘅服務呢？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先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哦，係喂，可唔可以翻去啊？佢呢個，sorry 啊，唔好意思啊，我而家嚟，唔好意思啊，係我錯。OK， 好，可以開始啊。你有2分鐘時間，請開始。好，咁啊多謝呢個問題啦。我諗大家都明白，過去呢段期間我哋地緣政治嘅壓力都相對大。以往咧，我哋成日講就話同一啲唔同嘅西方嘅地方咧去做一個交流啊、協作等等。而呢個去我哋專業咧，其實係冇動搖過、冇改過嘅。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香港會計師公會作為 GAA 嘅Accountancy Body 嘅 members 之一咧，佢每一次佢哋嘅相關地方嘅一啲即係一啲嘅management 或者 leadership 嚟香港嘅時候咧，我都係有接觸佢哋，亦都係好重要，因為我哋係作為一個專業界別，我哋係用呢個身份去説好我哋嘅故事啦，香港故事、會計界嘅故事。至於你話我哋會唔會相對個機會少咗？我相對係較為受少影響嘅。當然啦，我哋亦都要防範有關嘅問題會進一步去延續影響咗我哋專業嘅界別，所以去我哋發展一啲新嘅金融市場啦，即係譬如我哋中東啊、一帶一路等等咧，呢個方向絕對正確。而最重要嘅係我哋香港真係背靠祖國，我哋而家去國家面對唔同地方去交朋友嘅時候，香港作為國家嘅南大門，我哋除咗係一個國家最開放嘅金融城市，亦都係亞洲最number one 啦嘅 IFC 嘅國際金融中心。我哋就係發揮住我哋引進來走出去，即係我政綱入面講嘅嘢嘅作用。而我講嘅大灣區會計資格專屬考試，正正就可以發揮我哋嚟緊呢一個角色。我哋由以往可能係純粹係讓一啲海外嘅資金以香港作為踏板走進去內地，我哋而家更加重要嘅係帶我哋嘅企業出海，呢個係我哋嘅其中一個。而我過去嘅工作啦，又或者啱啱去政府宣布咗嘅即係特首講過嘅出海專班呢，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發展所在。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去我嘅開創未來入面找緊灣區機遇，發展會計專業市場，説好香港故事，説好會計故事嘅一個著墨嚟嘅。多謝各位。時間到，跟住係1號候選人，你都有2分鐘去回答呢條問題嘅。請開始。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亦都多謝 Edmond 特別強調翻我嘅超級聯繫增值嗰個出海同埋拓展一帶一路嗰個政策，協助翻地緣政治咧，因為我諗大家都成日都會聽到啦，地緣政治會影響到我哋嘅經濟發展。正如我個政綱所講啦，專業係基本。我哋係以專業去處理翻相關同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國家佢哋嘅經貿來往。咁無論係國內企業需要出海啦，或者可能國外企業需要走入國內啦，甚至乎一帶一路啦，其實我哋以我哋嘅會計專業去做一個相關嘅一個定位，去提供到我哋會計師嘅專業價值咧，係重要嘅。至於你話係唔係需要有一個政黨去支持嘅話咧，其實我又覺得正正係因為我冇政黨嘅關係咧，其實可以更加配合得到香港呢個發展。因為如果我淨係以會計專業去説好香港故事咧，我相信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被容易俾我哋說服得到，而唔係話我哋係因為某一個parties 佢有一個特別嘅一個考慮因素。
另外一樣嘢咧，地緣政治亦都一定係會影響到我哋即係香港啦一個定位，因為香港其實都好受其他地方嘅影響嘅。咁啊，如果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純粹係堅守住我個專業去同其他嘅地方去做經貿，或者去推動到香港嘅發展，去將我哋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去 uphold 嘅話咧，絕對係有利無弊嘅。咁啊，所以喺呢個過程嘅當中咧，我個第三個嘅一個政綱超級聯繫增值咧，絕對做得到。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1號吳錦華帶我入議會。多謝各位。好，1號嘅時間都到啦，咁啊麻煩你準備咧，因為互相提問嘅環節咧，你會係第一個問問題㗎。嚟緊呢，我哋會進入第3部分，關於政治方面嘅候選人互相提問嘅環節。咁啊，候選人呢會有20秒去問你嘅對手。咁啊，先由呢1號候選人，你有20秒嘅時間呢去問2號候選人嘅。請開始。Edmund，我了解你同你嘅黨咧提出嗰啲方向咧係高度一致嘅。咁啊，財政預算案呢啲措施大部分都偏向基層市民啦，我見到。咁其實會計界嘅聲音係咪會被忽略呢？尤其是一啲非執業嘅我哋嘅中產人士，有冇諗過喺稅務寬免啊扣除嗰度可以做一啲嘢立法呢？好，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去回應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啊，多謝呢條問題，又再俾我一次去講我哋嘅好處。我諗去作為一個政團咧，一個跨階層嘅政黨咧，我哋係要顧及整個香港嘅利益。如果我話俾你聽，一個政團佢就係顧及某一個板塊咧，的而且確未必咁理想，而呢個亦都唔係我哋成個香港所去想見到。正如你嘅政綱入面成日講以香港為家，我哋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哋亦都有個社會責任去照顧我哋唔同階層嘅人。而我作為一個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我最重要就係顧住業界嘅利益。呢個我諗即係Webster 你都冇辦法否認我呢一個嘅講法。咁但係我哋去中間亦都要取得個平衡，因為我哋都知道正等於頭先都有講過，我哋最經常嘅開支包括2025年度我哋社福係佔21%，醫療18%，教育16.8%，呢啲等等，我哋中間點取得個平衡係重要。但係我同時間係冇放棄我哋嘅經濟。作為我嘅政團入面，我哋19個議員，我哋10個係地區直選，有9個係功能組別同埋選委會界別。大家見到我哋嘅組成其實係有跨階層，亦都顧及社會唔同嘅利益。我哋入面有唔同嘅專業人士，有2個會計師，有多個嘅律師，亦都有唔同嘅財金嘅人員。而頭先我講嘅一啲即係我講嘅政策倡議呢，亦都係聯同我哋嘅財金方面嘅專家一齊去做。而最重要嘅，我哋嘅政團亦都唔係淨係一把聲音嘅。佢過去佢都好支持我哋係去跨唔同黨派，包括獨立議員去做一啲研究，包括我去講我哋嘅政策倡議呢，其實亦都係聯合咗我哋嘅法律界啦，聯合咗金融服務界去做，所以我哋係要有好多嘅朋友去幫，而唔係淨係做一件事情。咁再回應翻你個問題，你就係話會唔會就係基層多啲？我諗大家要睇我哋嘅成個嘅經濟，其實係一個宏觀嘅層面去做，宏觀層面嘅著墨係大過其實係一啲好細節嘅嘢。咁大家可以睇翻成個嘅財政預算案。時間夠。1號，你再有第2輪嘅問題可以提問，向2號候選人提問嘅，你有20秒。請開始。Edmund，我呢2日睇傳媒報道咧，你應該係擁有3重國籍。咁啊，你可唔可以同會員解釋一下個愛國愛港嘅定義？咁啊我又見到個新聞講咧，就係行為就會決定愛國愛港。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點解基本法會容許有外國護照咧？提問時間結束。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回應。好啊，請開始。多謝你呢條問題嘅，呢條問題咧4年前已經提問過啦，咁我就講翻先啦。去翻基本法67條咧列明咧，非中國籍嘅香港永久性居民係擁有外國嘅居留權咧，係可以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佔比不多於20%。根據立法會條例咧，呢個嘅20%咧就可以係12個嘅功能組別。呢一個正亦都係彰顯我哋香港係一個多元同埋包容嘅社會。而我哋
即係我都相信，即係係咪有一個護照同我哋嘅能力係未必有一個直接嘅關係。我想強調嘅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係要比抗我哋嘅政績啦、政綱啦、能力啦、往績啦，或者對未來嘅願景。我係一個有即係有往績啦，亦都有能力，亦都有政綱，亦都對未來充滿住盼望嘅一個議員。我相信呢個我哋去新時代底下咧，大家而家去選擇嘅時候個着眼點會高啲。咁而頭先講話關於即係去過往嘅一啲報道啊，就會比較着重我係咪有一個passport。咁我諗去呢一個狀況咧，4年前問嘅時候咧，過去呢4年咧都業界嘅朋友亦都係理解嘅，亦都知道嘅。而呢個狀況亦都係冇改變過。4年前如果你係有投過一票嘅，我唔相信呢個係成為你唔投我票嘅一個原因。如果4年過去，我嘅能力、我嘅往績令到你滿意，或者你覺得我嘅政綱係可以說服到你繼續支持我嘅話，嚟緊12月7號請投我2號黃俊碩一票。多謝。放棄剩翻嘅時間，你仲都冇乜補充啦。好啊，係啊。好啊，咁你隨即咧都可以準備咧係有2輪嘅發問嘅機會嘅。咁啊，先有20秒去問你第一條問題。請開始。好，咁我想問阿 Webster， 如果你係立法會入面啦，咁會計師好多時都係帳委會嘅，咁你發覺審計處審計報告出現偏差，甚至乎錯誤，你點樣運用你專業嘅知識去還一個被批評嘅部門或者機構一個公道呢？好，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去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多謝 Edmund 嘅問題啊！咁當然大家都會知道Edmund 已經在任4年，佢非常之熟悉帳委會同埋審計處，甚至乎其他政府部門嘅一個運作。咁我作為一個挑戰者啦，我以一個唔係一個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呢，我嘗試回答下你呢個問題。我哋嘅審計處處長其實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佢都係一個執業會計師。我絕對相信佢係非常之公平公正、鐵面無私咁去審任何一個政府部門，包括近期大家睇到嘅新聞。當然總有機會會犯錯嘅。喺犯錯嘅過程當中呢，一定會有機制令到佢喺發出呢個審計報告之前可以去 rectify 到。但係咁萬一不幸，佢其實都冇發現呢個問題，而去到帳委會嘅時候呢，據我理解下，帳委會有閉門同埋公開聆訊嘅2個部分。喺閉門會議嘅時候呢，我相信如果我作為一個新進嘅立法會議員呢，我會同佢傾清楚、溝通清楚，究竟點解會有呢個問題。而喺閉門會議完咗之後，可能未喺公開嘅會議之前呢，睇下可唔可以處理到相關嘅問題，又或者可以 rectify 到相關嘅一啲出現嘅 issue。而呢一樣嘢呢，當然啦。我唔肯定係唔係啱嘅，因為始終我都仲未係一個立法會議員。我係基於我過去嗰4年不斷係一路理解緊政府嘅唔同運作啦。當然有啲部分嘅運作其實佢係confidential 嘅，亦都唔係我哋一般小市民可以理解得到或者可以收到嘅信息。如果我理解錯呢，大家可以指正翻我。但係如果我入咗去可以做到 PAC 嘅話呢，咁我絕對會行使翻我立法會嘅議員嘅權利去糾正相關嘅錯誤。希望支持我1號，唔敢話。多謝。好，時間到。2號候選人，你有第2輪發問嘅機會嘅，都係20秒。請你開始。好啊，我想問下 Webster 咧，即係我哋嘅 AFRC 會財局咧嘅財政狀況咧，都會再次出現即係收支不行嘅狀況啦。如果特區政府咧唔再向會財局注資，而需要佢哋大幅去加價嘅時候，即係我哋註冊費同續牌費，去大部分人贊成嘅情況底下，你點樣去維護業界權益？好，1號候選人，請你用2分鐘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多謝 Edmund 嘅問題啊！你亦都提醒咗我呢，其實我同埋你都係而家喺 AFRC 嘅 Advisory Committee Member 嘅12位裏邊嘅其中2位。雖然如果我係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我有2個身份嘅話呢，事實上
正如我頭先之前有提過啦，因為你喺2024年3月嘅時候，其實都做咗一個棄權嘅動作，係唔批財委會嘅一個注資。如果將來都仲有呢種情況嘅話呢，咁我相信我嘅做法呢，首先會同財委會做一個內部嘅溝通先，理解一下究竟個問題喺邊度，佢哋嘅難處、痛點喺邊度。而呢個呢，正正亦都係我個政綱嘅第一點，個業界個痛點嘅問題。當然講緊嘅業界痛點去解決呢，唔係淨係我哋會計界嘅，因為會財局其實都係我哋會計界嘅一份子。我相信會財局大家都應該會知，可能都會有好多會計師喺裏邊。我哋唔係對立嘅，我哋唔係面對面，我哋係一齊肩並肩做好我哋嘅業界，做好我哋香港，搞好我哋香港嘅經濟。咁如果喺裏邊都做唔好或者處理唔到嘅時候呢，咁我就會相信呢，喺相關嘅委員會啦，咁如果我冇理解錯，應該係財委會啦，喺呢個開會嘅時候呢，作出一個質詢。咁而同一時間呢，亦都要同業界去了解一下，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唔批嘅時候，究竟對你哋嘅影響係啲乜呢？可能就會出現咗你所講嘅徵費會增加咗啦，或者可能會對我哋嘅業界會有影響啦。咁喺呢方面會唔會出現咗我哋係令到會財局令到佢哋個飯碗打爛咗，出唔到糧啦？咁其實佢哋屋企人都要食飯㗎，係咪？咁會唔會喺呢個時間呢，我哋係同業界同埋會財局坐低去傾呢？直到最後先至去投票呢？咁我相信呢一樣嘢係一個幾好嘅處理方法，所以希望你支持我1號，唔敢話，多謝。好，時間到，咁我哋咧都會進入最後一個部分，就係關於一般其他事項嘅部分啦。咁我哋咧會先進行台下提問嘅環節㗎。咁啊，會長咧頭先已經係抽咗幾條問題出嚟㗎啦。咁啊，第一條問題咧，因為都問到假會計師嘅問題啦，咁所以咧頭先我哋喺第一部分嘅時候已經答咗啦。咁我哋運用我哋嘅酌情權啦，咁啊所以抽多咗另外一條問題出嚟嘅。咁呢一個部分呢，我哋會先由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去回答，你會有2分鐘嘅。呢位會員呢係 Chang Chung Yip， 咁佢係55304嘅會員嚟嘅。佢想問兩位候選人，就住而家呢香港社會越嚟越多外資企業撤資，點樣可以增加返外資企業對香港嘅信心？2號候選人，你會有2分鐘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啊，多謝呢條問題。咁我諗唔同嘅企業撤資呢，係會有佢本身嘅原因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加埋啦，包括我哋嘅地緣政治嘅環境啦嚇。咁但係我哋係咪需要去有一個好大嘅回應呢？我相信去政府嘅角度啦，或者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去做嘅嘢呢，佢亦都做緊。我哋亦都要發掘有唔同嘅機遇，即係去過往啦。我諗去特首有唔同嘅專業界別啦，唔同商界啦，去我哋一帶一路啊、中東市場發掘機遇，呢個其中一個嘅。我哋由以往面對可能係西方嘅一啲嘅唔同嘅國家，我哋較為專注同佢哋建交嘅時候呢，的而且確我哋見到呢，我哋比較concentrated 啦，即係我哋有個 concentration risk 喺度，咁啊，亦都令我哋可能係難去轉身。但係好彩，我哋香港呢都仲係即係有呢個我哋嘅優勢啦，我哋嘅金融嘅優勢，而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嘅數字啦，無論我哋重返我哋嘅亞洲第一啦，國際金融中心啦，呢一啲等等，其實都顯示我哋嘅資金啦，我哋嘅一啲外資咧對香港嘅信任，亦都見到其實我哋以往咧即係比較着重去西方嘅一啲嘅資金咧，係呢個做法咧係可能係要有少少分散我哋嘅投資。咁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我想去做嘅回應啦。至於第二個就係我哋專業人士去做咩啦？咁專業人士我哋就係亦都係而家亦都係成日去唔同呢啲地方去做嘅時候咧，都會帶我哋去。包括會計界其實都去好多唔同地方，我哋會將我哋其中一個嘅做法就係我哋可以訓練到我哋嘅會計師。我哋香港會計師係一個好享負盛名嘅一個國際品牌，我哋去唔同地方都可以發揮我哋優勢，但係我哋嘅根亦都仲係在香港。我相信我哋唔同嘅香港市民啦，香港嘅會計師去到唔同地方嘅時候咧，都可以運用佢哋嘅話語權咧，去幫我哋業界繼續爭取，幫香港爭取企業翻嚟香港。多謝。好，1號候選人，你都有2分鐘嘅時間去回應呢條問題。請開始。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咁啊，外資企業撤資呢，其實就正就係
大家會見到而家特區政府係招商引資嘅一個商販。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當然而家大家會見到招商引資做得幾好啦。我哋都有額外嘅收入。咁我哋點解會令到外資企業撤資呢？第一，可能係政治環境唔穩定啦。而第二樣嘢可能就係話我哋個經濟環境或者我哋個營商環境已經不再適合，亦都令到佢哋好擔心。咁呢樣嘢呢，其實作為立法會議員呢，當然説好香港故事、説好會計界故事係責無旁貸嘅。但係點樣可以增加到佢信心呢？其實重點就係話我哋個業界點樣可以做得好，亦都回應翻我有幾個唔同嘅政綱都配合得到嘅，譬如話，我哋會解決咗我哋個業界痛點啦，因為我哋同我哋嘅監管機構可以肩並肩一齊做好業界、做好香港、做好我哋嘅經濟發展，亦都可以守護到我哋個經濟守護到我哋嘅專業價值。咁啊，呢樣嘢呢，如果我哋嗰個外資佢覺得我哋個香港個經濟信心唔好呢，亦都會睇一睇就係話我哋嗰個公共財政嗰方面。如果我哋嘅公共財政，正如我頭先都講過，我由2006年做會嘅時候講緊稅務需要拓展嗰個稅基，到而家其實都可有可無咁做咗少少啦嚇，我唔敢話佢冇做到。咁如果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其實我就會特別推動政府去考慮一下，究竟有邊啲地方係可以令到我哋除咗話招商引資之外，因為始終招商引資呢，頭先我都講佢可以離開噶嘛。咁啊，如果可以令到個公共財政更闊、更穩、更健嘅話呢，咁呢個就會令到我哋嗰個經營環境更加好，所以令到外資更加有信心。所以希望各位支持我1號吳錦華走入議會，多謝各位。好，時間到，咁都請1號候選人呢準備啦，因為第2條嘅問題呢係會由你答先嘅。咁啊，會長頭先抽出咗第2條問題係嚟自 Chan Chiu Hua Jeffrey 嘅。咁啊，佢嘅會員編號係4771。佢想問兩位候選人，你哋會點樣推動會計師嘅精神心理健康同埋家庭生活幸福呢？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先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多謝呢位會員嘅問題嚇。精神心理健康啊，其實呢，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有我哋嘅執業板塊嚇，有啲事務所咧，其實都好 demanding 嘅。咁啊，其實我喺呢2-3個禮拜去唔同嘅界別唔同嘅板塊啦，無論係執業非執業都好啦，大所細所都好啦，其實佢哋都唔多唔少話俾我哋聽有相關嘅問題，亦都包括係咩咧？就係佢嘅精神狀況、心理健康咧，係受住一啲監管機構嘅影響。譬如話，我近期早2日聽到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佢會見到係需要用1 team 人去處理相關監管機構嘅要求啦，甚至乎係想申請一個新嘅一個事務所嘅一個牌照咧，搞咗大半年啦，而到最後出咗好幾次 Q 之後都答晒啦，跟住咧就突然間就收到呢個係事實啊！我尋晚先收到呢個電話，就係佢出咗最後一條 Q 之後咧，需要佢2日。就提供一大堆嘅文件，如果唔係呢，就麻煩你放棄咗呢個申請啦。咁對於我哋會計業界嘅發展呢，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其實我覺得喺呢方面呢，我覺得係需要介入，即係喺監管機構同埋被規管者，究竟個問題喺邊呢？究竟係咪因為監管機構？我估嘅咋嚇？係咪究竟佢哋因為做唔切，所以要令到佢哋 withdraw 呢？定係話其實佢哋有一定嘅程序、一定嘅要求，而呢啲要求，正如佢哋所講，其實你喺申請嘅時候都一定要有嘅咯。我預咗你已經係 ready 嘅咯。咁喺呢啲大家都唔係好理解溝通嘅時候呢，就會正正影響到即係嗰個事務所又好，或者會計師都好，佢嘅精神心理健康啦。咁呢個係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多謝各位。好，時間都到啦。2號候選人，你都有2分鐘嘅時間去回應呢條問題㗎。請開始。好多謝呢條問題。我諗去香港咧，精神壓力大咧，大家都知。個立法會都有唔同嘅議案去討論。我哋大概每7個人有1
個就有精神健康相關嘅問題嚇。咁呢個我諗大家都理解。而過去呢，我亦都對呢個問題好關注。當然亦都知道呢個問題好多時係由於過分監管。我必須強調係過分監管。大家對合理嘅監管係完全理解嘅，但係監管係為咗我哋行業長遠發展。我呢個都要重新去強調。如果過分監管令到我哋行業唔能夠健康發展，呢個係絕對唔理想，亦都係過往我一路為業界遮風擋雨，幫大家喺度頂住嘅其中一個原因。關於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呢，我諗去頭先講嘅監管之外啦，長工時啦嚇，咁啊包括人才清單啦，呢一啲等等都係希望可以解決長工時嘅問題。啱啱我去啱啱上個星期咧，我去發布咗一啲嘅信息啦嚇，咁啊話關於我嘅一啲競選政綱嘅時候，其實啱啱就真係有業界朋友就 send 咗個新聞俾我，係一個唔係咁開心嘅故事，就個題咧個標題就係會計師就即係輕生啦嚇，咁啊跳樓，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諗去香港市民我哋共同面對嘅一個挑戰。而家講緊呢，我哋其實小朋友係都仲多嘅，即係中學生。咁啊，我哋講翻會計業界先，會計業界精神健康呢個問題係我一直關注嘅問題，而我去過往呢，我亦都有聯同有一個 MWYO， 即係一個嘅 research 嘅機構呢，去發表一個叫做精神健康素養與求助嘅習慣嘅一個報告。呢一個呢係出咗嚟嘅，係亦都係去聯同咗青英會啦，同埋一個青年會啦，即係青年會啦，即係 WYCA 啦，係啦 ，anyway 咁樣去做咗一個研究。而我諗去成件事呢，我諗去精神健康呢一個呢，最重要我哋點樣去求助。而為咗去研究呢個嘅題目呢，其實我亦都上咗一個精神健康嘅課程啦，亦都上咗一個基本嘅健康支援術嘅課程。時間到，都要準備一下呢，下一個環節互問嘅環節呢，係2號候選人，你會問先嘅。咁啊，都多謝咧台下各位所提供嘅問題啦。咁我哋而家咧會進入互問嘅環節嘅，會先由咧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問第一條問題，你會有20秒時間，請開始。好去2025至26年度財政預算案入面咧，即係財案預算咧，就話增加即係基金同單一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寬減優惠嘅合資格種類啦。究竟你覺得加啲咩嘅合資格交易入去，先至可以幫助我哋推動香港嘅財富中心嘅發展同埋鞏固佢嘅地位呢？好，時間到，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去回應呢一條問題嘅，請開始。好多謝 Edmond 嘅問題啊！咁啊，2025-26年度個 budget 咧，咁啊大家都知道政府係強烈係招商引資啦，咁會提供相關嘅一啲稅務寬減俾基金啦啊！咁大家都會見到，其實我哋好多譬如做緊啲 CIES 啊，或者可能其他一啲引資嘅時候，佢要做嘅嘢，我哋係用一啲incentive 令到佢可以落戶香港啦，令到佢可以賺到錢啦，亦都可以交到稅。咁所以呢，我覺得整體上呢，唔可以淨係睇究竟俾一啲乜嘢嘅一啲稅務措施，反而呢，我要整體上睇一睇究竟我點樣可以引到呢個相關嘅一個資金，或者呢一間公司，或者呢一個信託嚟到香港，而喺做完呢個過程當中呢，我哋個得益有幾大？咁呢個呢，政府喺做嘅時候呢，一定會計個數嘅。咁啊以前個記錄就係話講緊預計可以有相關幾多間嘅一啲外資可以嚟到香港啦，又加到我哋香港嘅一啲收入啦。但我必須強調一樣嘢呢，做呢一樣嘢提供相關嘅稅務優惠呢，只不過係一個緩衝方法，並不能夠改變到我哋公共財政嗰個結構。所以呢，如果作為立法會議員呢，其實應該更加多同政府去溝通一下，或者俾一啲建議，就住我哋整體公共財政嗰方面點樣可以更加 sustainable， 而唔係話我哋淨係提供某啲稅務方案俾到佢，而令到佢嚟到好啦，嚟完之後到最後，如果佢覺得唔好，或者有啲其他因素或者集團嘅考慮，佢要離開，其實我哋就正就冇咗啦。我哋係要用一個大嘅方向，以香港為家嘅一個角度，做好我哋呢個咁嘅政策。而呢樣嘢係一個立法會議員應有之義，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1號吳錦華走入議會。多謝各位。好，仲有3秒時間，唔要啦。好，2號候選人，你有20秒時間去問你第2輪嘅問題嘅，請開始。
好過去呢段期間咧，響應咗我哋嘅稅務改革啦，國際稅務改革先後推出咗 FSIE 啦嚇，即係同埋跨國最低稅率。咁想問佢呢個 FSIE 同跨國最低稅率嘅要求底下，我哋點樣保持我哋嘅簡單低稅制嘅競爭力呢？好，1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去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多謝 Emma 呢個問題啊！咁你呢個問題咧，亦都勾起咗我咧，你喺立法會一啲會議上面咧，你都有質疑過。其實而家香港嘅稅制已經不再簡單。呢樣嘢咧，大家都可能會知，其實唔係我哋香港自己要做嘅，而呢個係一個全球性 BEPS 2.0同埋 FSIE 嘅一個要求，歐盟嘅一個要求。早2、3日我去拜訪一啲企業嘅時候，佢哋都特別提到呢一樣嘢。相關嘅部門啦，其實佢哋推出咗好多呢啲新嘅政策。當然佢唔理解點解要搞咁多嘢，個 compliance 複雜咗咁多，又要我哋做多咗咁多嘢。而呢啲嘢咧，無論係執業嘅會計師事務所同埋非執業嘅企業會計師咧，都覺得好煩。我都同佢解釋翻，即係當然頭先我講嘅嗰啲嘢啦，就係呢樣嘢都唔係香港自己主動去做，佢係被動要求去做。咁但係如果你唔做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啦。咁亦都守護唔到我哋個價值，因為我哋就俾人牽住個鼻哥嚟走啦。咁呢幾樣措施咧，事實上咧係令到我哋業界都好頭痕嘅，亦都好困擾。我會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會覺得喺相關嘅政府部門，無論佢係稅務局又好，或者佢係一個公司註冊處又好，其實咧佢都需要同我哋嘅業界有多嘅溝通，令到我哋業界無論你係執業、非執業都好啦，其實佢哋都可以好清晰地去知道呢樣嘢，唔係令到佢哋當然啦，事實上個 compliance cost 係多咗嘅，但係咧唔係去令到佢哋係做生意啊，或者可能營運嘅時候，或者可能出報告嘅時候麻煩咗，而係我哋要一齊去做好呢樣嘢，去增值到我哋香港，令到我哋可以聯繫到全世界。所以希望各位支持我1號吳錦華走入議會，幫大家發聲。多謝各位。好，時間都夠啦。之後1號候選人呢，你有2輪嘅發問機會嘅，咁先用20秒去做你第1輪嘅發問。請開始。Emma， 你4年來都冇做過一個叫 limited liability reform 嘅，咁我同人溝通過都知道其實好重要對業界呢樣嘢。其實你係咪唔識做呢？如果你唔識做，不如等我幫你做。責任係無限，費用有限，對我哋業界嚟講係非常之不利嘅。多謝。好，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去回答呢條問題。請開始。好業界嘅訴求我係聽得到嘅。過去嘅時候咧係有唔同嘅聲音講關於我哋呢個嘅liability reform 呢個係知道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要理解去20年前呢，即係其實點解會係到最後冇成到事，因為有佢獨特嘅歷史同埋背景同埋原因。咁呢一個係好複雜。大家如果要明白呢件事情咧，我相信要講3個鐘頭都講唔完。不過簡單而言呢，我哋香港呢其實係個監管為本嘅機制，我哋唔同其他唔同地方嘅一啲發展嘅進程。大家可以理解到美國呢係有一個集體訴訟，所以佢哋相對底下呢監管會較為寬鬆，但係出事呢就可以打死你。簡單而言，我哋就唔同嘅。咁當然啦，咁我哋要平衡個利益。去呢個 liability reform 冇去推行嘅時候，過去呢20年呢，我哋見到我哋即係而家呢10零年嘅時候辛苦嘅狀況係因為我哋揾唔到錢。如果我哋去揾到錢嘅時候，其實無限責任呢嚟講呢，即係當然係唔理想啦。但係如果無限責任但係揾到錢係有人做，再坦白啲咁講，就係殺頭嘅生意有人做 ，OK？ 唔賺錢嘅生意冇人做，而我哋要做翻好嘅嘢，就係要讓我哋嘅金融發展得好，我哋先至可以有去做到我哋嘅嘢。如果你覺得liability reform 係你唯一嘅競選政綱嘅時候，我亦都好感謝你今日提出呢一個。去我當選咗之後，我亦都會聯繫各界，包括唔同嘅界別去做呢個問題。其實我想講呢，亦都同我頭先提過嘅 corporate rescue bills 即係企業拯救程序呢，其實我亦都有研究過，亦都明白去社會嘅唔同各界咧都有佢哋嘅原因啦，唔俾推，商界又好，勞工都有。我哋睇嘅時候睇自己，唔
唔夠㗎，你未必數夠飛㗎。你講得幾好都冇用，數唔夠飛過唔到，政府唔推嘅時候，我哋亦都過唔到立法會。就算點樣做都係困難㗎。多謝你嘅意見。好，時間夠。1號候選人，你有第2輪發問嘅時間，請用20秒去提出你嘅提問。開始。Evan 啊，如果你萬一選唔到呢，你會唔會離開你嘅政黨，去加入你一個更加能代表到你嘅政黨呢？因為近期我睇新聞呢，有幾位選唔到或者冇參選嘅前議員呢，都加入咗某一個政黨，咁啊繼續服務社會，會唔會有呢個諗法呢？好，2號候選人，你有2分鐘嘅時間回應。請開始。好你呢個問題都真係非常好啊！多謝你個問題。首先我諗佢當前嘅任務，我就係爭取業界每一票嘅支持嚇。咁我都相信我嘅對手係相當嘅有實力。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相信業界咧對我過去4年嘅工作同埋我嘅政綱未來都係充滿住期盼。咁我亦都會盡力去做好。咁呢一個亦都唔係我要當前去考慮嘅因素之一。咁至於我亦都去過去4年嘅工作入面咧，即係同我嘅政黨咧，其實我都相處得非常融洽。政黨對於我唔係一個阻力，我必須強調，政黨係一個助力。如果冇政黨嘅支持，過去嘅多項議題，包括對 AFRC 嘅一啲投票意向啦，包括去打擊假會計師啦，包括去2022年嘅 AFRCO 嘅嗰啲 sub-legislation 咧，我係好難去推。我哋成個政黨去依屆立法會有19個嘅同事，我哋代表唔同嘅界別去發聲。我亦都去我嘅政黨所屬政黨咧，去學咗好多唔同我本身唔識嘅嘢。亦都業界嘅訴求唔單止係會計界，我必須強調，我亦都有收到好多唔同地區嘅問題或者佢哋唔同嘅東西，我都係要同我嘅政黨嘅朋友一齊去解決。所以我亦都好中意我嘅政黨啦，容許我咁講。你問我會唔會轉政黨，我相信呢個 moment 咧，你問我係唔會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係做好我哋自己，亦都希望可以同成個黨，因為你投我黃俊碩2號黃俊碩，唔係淨係1位議員，係成個政黨。我哋係有今屆19位議員，我哋係有1/4個嘅區議會嘅議員，即係我哋有超過130位嘅議員。我哋全香港有唔同服務點，我哋係聯繫住各界，包括商界，包括我哋嘅法律界，包括我哋醫療界等等，都有我哋嘅代表去入面支持我。2號黃俊碩，你係投緊成個嘅政黨，多謝你。好，2號候選人嘅時間都結束啦，咁你可以咧準備進入呢個總結嘅時間。咁因為咧，我哋而家咧就會進入最後一個環節，就係總結嘅時間啦。咁咧跟住落嚟咧，候選人會有總結嘅時間，每名候選人會有3分鐘嘅時間作出總結。發言嘅時間咧仲有30秒，同埋結束嘅時候咧都會有響聲去提示嘅。咁如果候選人咧係有剩餘嘅時間去未做發言嘅話咧，係將會作廢啦。咁先請2號嘅候選人黃俊碩作出總結，你有3分鐘。開始。好，咁多位業界嘅朋友，再一次感謝大家2樣嘢。今日出席呢個競選論壇，出席呢個競選論壇都的而且確唔簡單，因為而家9點幾。第二樣嘢要感謝嘅就係業界朋友4年前對我嘅信任，讓我可以去立法會為你積極發聲，為你爭取，為你保駕護航。我承諾，我當選之後，我會落實我嘅競選政綱，一如以往為業界爭取更廣更闊嘅發展空間。我承諾，我當選之後，我會繼續企喺業界嘅最前面，永遠都係企喺業界嗰面，為業界繼續遮風擋雨。我承諾，我當選之後，我嘅承諾唔係空談。我有4年嘅實際經驗，亦都有亮麗嘅往績，我一定一如以往為各位做得咁好。4年前，業界好多朋友問我點解要去做立法會議員，因為我想去解決一啲根本性嘅問題。4年過去，除咗我當時嘅政綱得以落實，期間亦都面對業界有唔同嘅挑戰，都係繼續迎難而上。而呢一啲嘅功勞唔係淨係我自己，亦都唔係淨係我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嘅同事，我所後面嘅亦都唔單止係個政黨嘅幫忙，我去背後嘅亦都係成個嘅業界嘅支持。過去你哋對我嘅支持同鼓勵，我係完全明白嘅，亦都收到嘅。而我今次當選咗之後，我最多人聽到唔係叫我加油，唔係叫我努力，
而佢哋係認同我過去4年嘅工作，呢一個係我想借助今次嘅機會向業界再次感謝。而好多業界朋友都問我點解會繼續選，點解會繼續選？我想講嘅就係我想完成我未完成嘅事情，而呢啲事情推動由頭開始係需要花費好長時間。業界只要業界有一日仲係需要黃俊碩亦都係等於4年前嘅黃俊碩，會繼續為業界遮風擋雨。頭先我 website 一開始講佢係3個有，佢上次論壇講3個冇。好多朋友就話叫我諗一啲嘢去回應佢個3個冇，佢今次就3個有啦。佢3個有就係話佢有往績，我相信我嘅往績比佢亮麗，我亦都有現在有正覺，未來亦都有一個即係抱負喺度。我諗咗好耐，點樣去回應呢3個有？其實我只要有大家嘅支持。今日入嚟之前，如果大家未諗定投邊個，佢今日之後出嚟，你會決定係投我嘅時候，我已經贏出你支持。只要有你嘅支持，我已經足夠。會計嘅聲音應該被聽得到、被看得見、被尊重、被重視嘅。請繼續支持我。12月7號請投我2號黃俊碩1票。動員你身邊嘅所有朋友支持我2號黃俊碩1票。感謝各位。仲有7秒。好。咁而家咧，有請1號候選人，你都會有3分鐘嘅時間做總結嘅。請開始。各位會員大家晚上好啊，都好辛苦啦，2個鐘頭。咁我再講一次，我係1號吳錦華。咁我嘅政綱係專業為本，香港為家。咁大家會見到我嘅政綱，其實開場嘅時候已經講過啦。咁我唔特別再重複，但係我特別強調一樣嘢，我嘅政綱裏邊係會有細緻嘅嘢，但係你會見到呢，其實係一個好包羅萬有嘅一個政綱。個重點係乜嘢呢？個重點係我覺得一個人作為立法會議員嘅智慧係唔夠嘅，我嘅團隊加埋嘅智慧都係唔夠嘅。我需要集合所有人嘅智慧去為呢個業界做好佢。所以呢2-3個禮拜，其實我就係不斷去拜訪唔同嘅企業，拜訪唔同嘅會計師，無論係事務所、非事務所，我都有聽佢哋嘅意見。大家會留意到，佢哋會俾到一啲好實質、好 concrete 嘅一啲嘅提議俾我。而呢啲提議呢，我必須強調，我唔會將所有嘢都一次過落實。因為點解呢？大家都有 HCF 嘅。如果個個都特別強調某一個議題嘅話呢，呢個議題一定係最緊要嘅。所以我一定會做先。咁唔代表其他議題唔做，只不過將佢個排位擺後少少去做呢樣嘢呢，亦都等於頭先阿 Edmund 都同意我講 liability reform、limited liability reform。我 reiterate 多一次，呢個唔係我唯一嘅一個要做嘅嘢。咁可能我開頭講嘅時候佢冇聽清楚啦，即係業界痛點裏邊，其實我都有好幾個嘅一啲措施會落實。limited liability reform 只不過係其中之一。咁亦都多謝阿 Edmund 啦。如果佢真係當選嘅話，佢會做啦。咁我係提咗佢嘅。咁希望佢會真係 honour 去做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頭先亦都多謝阿 Edmund 提到，我唔係有3個有，我係有4個有。因為我頭先講嘅咧係有能力、有承擔、有遠見。咁佢多咗一樣俾我，就係有往績。咁往績係有嘅，只不過我唔係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去做。好多做會嘅時候，做公益嘅慈善團體，做一啲政府委員會坐嘅時候，其實我都有貢獻嘅。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再諗多少少。一個做咗20年嘅公共服務嘅一個會計師，入行30年，如果佢可以再進一步走入議會，幫你哋發聲，幫你哋去做翻一啲你哋想要嘅嘢，呢樣唔係最好嘅咩？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喺12月7號投我1號吳錦華1票，支持我，帶我入議會，帶我入立法會。多謝各位。好，時間到。咁2位候選人嘅時間都結束啦。我哋咧希望嚟到呢個環節，我哋邀請咧我哋嘅會長羅卓堅同我哋做一個嘅致謝詞。有請 Stephen。咁我哋我盡量都快嘅，因為啲大家咧坐咗咁耐咧，雖然好精彩，不過又肚餓又眼瞓。不過其實我呢2個小時，大家見大家咧都好少睇手機，好少行出行入。
證明我哋呢個辯論都好成功。咁我首先要多謝咧兩位候選人啦，佢一個人同我哋捱眼瞓，咁佢又今日嚟親臨我哋呢個論壇啦，同埋多謝我哋線上同埋線下嘅會員啦，傾足我哋2個小時。咁喺結束之前呢，唯一講一樣嘢嘅啫，大家記住10月7號星期日去你所屬嘅票站投票，投2個票喎，會計界啦同埋技推直選。咁我哋希望我哋今次立法會選舉係相當成功，香港前途更加美滿。多謝大家。謝會長，都多謝我哋2位候選人，亦都多謝大家今日嘅出席。咁我哋嘅選舉論壇到今日咧圓滿結束，多謝大家。